Hello，我哋繼續探討下喺內地擁有物業，其中一個好困擾我嘅咧，其實就係管理費。好多朋友同我講：哇，你買商住樓俾好多管理費，你知唔知㗎？咁其實住宅樓同商住樓嘅管理費係咪可以相差好遠咧？有可能嘅，因為我哋大陸嘅嗰個住宅嘅管理費咧，基本上係政府係有一個管控嘅，即係話，譬如我哋嘅物業管理公司，佢係點樣產生嘅啦？如果佢係前期物業管理，佢係由發展商，佢經過招投標之後產生咗之後，佢要去做備案嘅，咁然之後包括佢哋嘅呢個收費方法，佢都要做備案嘅。呢個係對住宅一個比較硬性嘅規定。呢個係咪為咗保護住喺入邊嘅居民，用一個較為合理嘅收費？對，基本上就係為咗因為呢啲係民生問題咁商住都係住啫，點解會有機會嗰個管理費高咗咧？其實因為喺我哋嘅政府嘅角度嚟講，商住佢更多考慮嘅係商，佢認為你係作為一種經營使用嘅一個房產嚟嘅，所以佢唔係認為你喺呢度係居住。係所以佢對佢嘅管理咧，佢就唔一樣啦。佢認為既然係有商業性質，咁即係在商言商啦。咁在商言商，咁我發展商我喺賣嘅時候，我已經話俾你聽，呢個物業管理費嘅收費標準係咁樣，價格係咁樣，咁你 OK，你同意，咁其實就大家達成咗一個合意啦。咁佢就唔會過多去干涉你。哦，好啦，但係如果萬一真係個管理公司做得唔好，咁小業主真係要更換管理公司，喺內地有冇呢件事嘅咧？可以，但係咧佢係有個流程嘅。首先我哋要成立一個業主委員會，我哋呢個業主委員會咧，佢有好多硬性要求嘅啫。譬如話我有幾多比例嘅業主要參加，參加嘅業主入邊有幾多比例嘅業主要同意我哋要成立呢個業委會而且我要選舉出呢個業委會嘅一個領導班子出嚟，咁呢個業委會先能夠正式咁樣去成立。咁呢個成立咗之後啦，佢話我覺得呢個物業管理公司唔得，我要換，我又要開會，我開會嘅時候又要通過一個比例，幾多人同意，幾多人唔同意，咁大家都同意，我換咗佢啦，咁先至可以換。哦，其實所以就比較複雜。不過咁講喺香港咧，我哋想開一個業主會咧就唔難，但係通過一個嗰個百分比係好大，所以對其實喺兩地嘅分別咧係要真係更換一間管理公司咧，就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不過咁講，我覺得喺內地咧，我租過樓啦，買過樓啦，其實好多小區都做得相當好嘅管理，即係起碼24小時保安啊、清潔啊、花草啊，甚至乎嗰啲公用地方嘅泳池啊等等，都相當之唔錯㗎。係啊。咁所以大家如果翻到嚟內地退休又好，或者我哋度假屋又好，其實呢一方面真係唔使咁擔心。不過無論如何都好，話就話貴啫。我 check 咗嘅管理費同香港咧，仲有好大、好大、好大嘅距離。大家講緊幾多蚊一平方，唔係幾多蚊一平方尺啊，係幾多蚊一平方米。所以呢一方面真係唔使擔心。下次再講過。